各位仁愛堂田家兵長者鄰舍中心嘅老友記，還有喺 YouTube 收聽我哋嘅節目街坊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收聽8月份嘅仁愛第一節。你好，大約都8月咧，真係時唔時得突然間落大雨啊！有時又話颱風逼近喎，好犀利。係啊，出門睇見天陰陰啦，個人都緊張啲嘅。係啊，8月咧就係正值颱風同埋暴雨嘅季節，所以今日我哋嘅仁愛第一線咧就會同大家講講咧惡劣天氣嘅安全指南，大家細心留意聽啦。喺節目嘅最後咧係有獎嘅問答環節㗎。咁啊，子慧講起打風落雨咧，以前我哋細個嗰陣咧，屋企邊有咁多靚嘅鋁窗㗎，密密實實咁。你以前打風啊，點樣準備㗎？你哋？哇！準備啊！為主咯。以前打風咧就真係要全家總動員都要出動㗎啦。最緊要咧就要買定一大堆嘅膠紙喎。我哋做乜嘢咧？就連住晒啲玻璃窗啊，仲要係打交叉咁樣連喎，係防止嗰啲玻璃爆咗喎。仲要咧就儲定幾桶大嘅水，同埋去街市咧就買定啲罐頭啦、餸菜啦，以備打風嗰陣時用嘅喎。其實我最記得我細個嗰時咧，話打風咧行去超市咧，真係吉晒喎！哇！我話使唔使咁快出打到嚟啦嘛，係咯。我最記得嗰時真係打風嗰時咧，成家人咧一齊住嗰啲咧，哇！成日圍住個心機咧，係咪啊？聽講嗰時電視又好少播啲咩颱風消息咁密㗎嘛。咁咧風暴消息嗰時咧，雖然我哋嘅環境好簡陋啦，但係我哋啲街坊鄰里咧，大家都好照顧大家嘅。仲問下你隔離嗰個有冇米㗎你？你冇咩㗎？如果冇就過嚟我哋呢度食啦，即係嗰種溫情咧。而家真係好 warm，而家真係冇㗎，真係而家領略唔到呢種感覺啊！感覺。因為而家好多人都係閂埋門㗎嘛，冇以前咁樣嘅鄰里關係咁好咯。不過而家咧極端嘅天氣咧就威力大咗咯喎。中心主任咧平時經常提醒我哋嘅喎，打風落雨，長者有幾樣嘢一定要特別小心㗎。第一樣咧就係鞋咧就最緊要㗎啦。落大雨咧，路面咧就好滑，一定要着一啲咧防滑嘅鞋底嘅運動鞋，千祈唔好着平底鞋啊。同埋咧，冇乜必要咧就唔好出門口啦。當發出8號風球或者黑色暴雨警告咧，老友記最好就留喺屋企啦，唔好出門口啦。另外咧就留意下中心嘅開放嘅安排，大家要記住喎。如果有活動或者有班組舉行前2小時，天文台懸掛咗3號嘅風球，又或者懸掛咗紅色嘅暴雨警告信號咧，又或者更高嘅信號啦，活動咧就將會取消或者係改期嘅。如果發出更高嘅8號或者係以上嘅熱帶氣旋警告咧，又或者係黑色嘅暴雨警告信號咧，中心咧係會暫停開放㗎。老友就記住啦，唔好冒住風雨去中心啦。我諗大家都唔會咁做啦，係嘛？風大雨大。係啊，有啲人唔知嘅，係啊，如果佢唔開心咧，又或者冇睇電視，佢根本都唔知道黑雨暴雨啦，即係話佢幾多號風球。真係係啊，心都聽下啲天氣，都唔知有班組嘅佢就翻嚟。係啊，阿子慧都講得好詳細嘅。總言之咧，無論咧出面天氣點樣變咧，我哋做足準備咧，個人咧自然咧就唔使慌失失㗎啦，知唔知啊？係啊，都唔知道。啱啊，係啊。講開做足準備咧，其實係唔單止打風落雨要準備喎，我哋嘅人生下半場一樣係需要提早規劃㗎。淑珍啊，你有冇聽過生前規劃身後事，晚前後顧無憂呢句説話咧？有冇聽過？有啊，我上個月咧就聽過呢個講座啦。
人生老病死係人生必經嘅階段嚟嘅，多數人都會慶祝生日，但係咧就會避忌衰老啊、疾病同埋死亡嘅喎。以為唔講咧，意味著就唔會發生。係啊，呢個講座就係希望我哋可以停一停、諗一諗，係時候以積極嘅態度去看待衰老、疾病同埋死亡，作好準備。我都係因為參加咗老得自在生命教育大使培訓班，寫咗一本叫做《晚晴心願小冊子》，放喺個客廳度喎。希望我嘅仔女到時會遵從我嘅心願辦事啊！你都諗得到啊？叻唔叻啊？其實晚晴心願嘅小冊子啊，裏邊有好多問題係真正答案係就係自己嘅心意。都係啊，我哋在生嗰時都同啲仔女多啲溝通啊。係啊，費事做錯咗嗰啲學生。係啊，其中有一頁問你咧，希望喺邊度告別呢個世界喎？又有一條咧問死後咧遺體願唔願意做大體老師或者係無言老師？不過我比較中意啊，有一條問臨終嘅時候，你希望接受邊一種搶救嘅方式？你知道啦，親人係好多意見。如果自己一早寫好咗，咁大家就會好辦事㗎啦。都係嘅，好啱嘅，係啊。仲有啊，我覺得呢本心願小冊子唔單止係長者喎，其實年輕人都好適合㗎。係啊，因為世事難料啊嘛，意外發生係唔分年齡嘅。冇錯。俾啲親人知道自己嘅心願，始終都係一件好事嚟㗎嘛。講得啱。所以我希望大家保持身體健康，將生活過得更加好。最重要係同屋企啲人多啲溝通，保持心境開朗。如果大家咧，你對呢本小冊子啊有興趣嘅，都可以嚟呢度中心查詢下㗎。係啊，記得啦。咁我哋一陣間都要過去問下。好啊，歡迎啊！好啦，咁講完咁有意義嘅話題，就嚟到大家最期待、最受歡迎嘅點歌環節啦。喺呢個特別嘅時刻，分享我哋喜愛嘅歌曲，分享彼此嘅喜好同埋情感。讓我哋透過歌曲連結同埋傳遞心意。今日我哋都收到好多點歌，多謝大家支持。我哋而家聽聽阿陳偉雄嘅點歌先啦。陳偉雄咧就祝願世界和平，送上一曲《明天會更好》咧，就俾大家聽嘅。共創世界最美的音韻，勁歌金曲天天誕生。美麗和平之聲敲響空氣，響起最美的聲音。歌曲出現創意，新的歌更新，吸引更青春的心，同展新足印。願見處處佈滿生氣，願見失聲多誕生。藝術現場和伸展歌聲多吸引，多高興見到新君。一起相聚太興奮，得失不要緊。一起獻上更多姿彩，一起飛揚歌韻。合力全力創造，踏着愉快的路，一起歌唱創前路。明天方夢將必會更路，尋舊無盡進步，做面不斷改進，伸出手緊握祝福與鼓舞，共創世界最美的音韻，勁歌金曲天天誕生。美麗和平之聲敲響空氣，響起最美的聲音。歌曲出現創意，新的歌更新，吸引更青春的心，同展新足印。願見處處佈滿生氣，願見新聲多誕生。
藝術現場和伸展，歌聲多吸引，多高興見到新君。一起相聚太興奮，得失不要緊，一起獻上更多姿彩，一起飛向歌韻。合力全力創造，踏着愉快的路，一起歌唱向前路。明天鋒芒將必會更露。尋求無盡進步，污糟面不斷改進，伸出手緊握祝福與鼓舞。合力全力創造，踏着愉快的路，一起歌唱向前路。明天鋒芒將必會更露。尋求無盡進步，互助互勉不斷改進，伸出手緊握祝福與鼓舞。中心咧，阿聰良就話咯喎，我哋嗰個樂齡香水班同埋編織班咧嘅作品咧，衝出咗元朗區啊！去到荃灣區嘅愉景新城進行慈善嘅義賣。攤檔雖然細啫喎，但係魚城嗰個人流都唔錯㗎。攤檔嘅老友記啊都好落力嘅推銷㗎，生意都唔錯嘅。我都買咗一支香水㗎，而家咧就送上掌聲響起來，希望兩個班組越做越好，越嚟越好。尋力知音掌聲裏，讚賞讚美繼續來，每束鮮花充滿憐愛，含淚說句多謝。心中應接心內，身邊響起聲聲喝彩。人在知音掌聲裏，似初站上舞台，那種新鮮感覺仍在，仍像以往一樣，心中載滿了感謝。感激知音的愛，但我愛舞台和知音的愛，難忘掉今天的聲聲喝彩。踏上了舞台，投進拍子內，努力籌得知音的愛。多謝你哋。孤獨站在這舞台，聽到掌聲響起來，我的心中有無限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懷已更改，我還擁有你的愛，像是初次的舞台，聽到第一聲喝彩，我的眼淚忍不住掉下來。經過多少失敗，經過多少等待，告訴自己要忍耐，掌聲響起來，我心更明白，你的愛將與我同在。掌聲響起來，我心更明白，歌聲教會你我的愛。有線行咧，獻唱記得這個夢俾大家，祝大家身體健康。總有兩個往日的情夢，
我同秀會送上一首《鐵血丹心》同埋《問誰領風騷》嘅串燒歌送俾大家，祝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啊！洗耳恭聽。係啊，呢兩首都好舊嘅歌嚟啊，好聽添啊，仲串燒歌嚟嘅。一代天
元歌咧，又嚟到節目嘅尾聲啦。等我哋宣佈埋8月份嘅有獎問答遊戲題目啦。好啊，題目咧就非常之簡單嘅，大家聽清楚啲咯喎。喺頭先嘅節目裏邊咧，子慧咧就提到咧，天文台發出咗邊兩個惡劣嘅天氣警告信號嗰陣時，中心係會暫停開放嘅咧。知道答案嘅老友記住咧，就由8月3號開始，就至到8月8號期間咧，就可以嚟到中心嘅櫃台向職員咧就講出答案嘅喎，就可以咧獲得中心準備嘅小禮物一份，係先到先得，送完即止㗎。好快，攞翻份小禮物先。好啦，今日嘅人愛第一線就嚟到呢度啦。喺呢度，人愛第一線祝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大家聽完節目，記得喺 YouTube 下邊點讚同埋訂閱啦，分享俾身邊嘅朋友同埋子女收聽啦。下個月見啦！